夏天咧就成日覺得好攰啦，就好濕重啦，所以夏天咧我哋多數會飲一啲清熱啦同埋去濕嘅湯嘅。今日咧我介紹呢個節瓜章魚蠔豉綠豆豬骨湯咧，佢都係清熱去濕嘅。另外咧佢有豐富嘅蛋白質同礦物質嘅喎，可以幫助我哋消除疲勞㗎。章魚其實係啲咩嚟呢？章魚其實就係八爪魚嚟嘅喎。八爪魚咧就係無脊椎骨動物入面咧最聰明嘅動物嚟嘅。八爪魚咧就有8條觸鬚啦，大家知唔知佢有幾多個腦呢？佢其實咧有9個腦嘅喎，咁有一個大腦啦，另外有8個副腦嘅。八爪魚嘅蛋白質咧，其實高過牛肉啦、豬肉同埋牛奶嘅喎。好多媽咪咧，佢哋餵人奶嘅時候咧，想增加個乳汁分泌咧，就會飲呢個湯嘅喎。另外，八爪魚咧，佢有豐富嘅精氨酸啦，咁係其中一種氨基酸嚟嘅。咁佢可以幫助提高精子嘅質量，所以咧，八爪魚咧，其實對女性啦、男性嘅生殖系統咧都有幫助嘅喎。八爪魚咧有豐富嘅礦物質啦，其中一個咧就係鐵質啦。鐵質嘅含量咧其實係高過牛肉嘅喎，所以咧呢個湯咧都係補血嘅。呢個湯咧我加咗蠔豉嘅，咁蠔豉即係生蠔啦，蠔咧佢就有好高嘅鋅嘅含量啦，同埋咧佢有豐富嘅鐵質同埋維他命 B12嘅喎，所以咧其實都可以改善到男性嗰個生殖健康啦，同埋可以補血嘅。講下呢個湯嘅材料先，節瓜咧我就用咗2個，因為我買嗰個咧就比較細嘅，所以我用咗2個啦。如果大家咧見到有啲大嘅節瓜咧，咁其實1個都已經足夠啊。章魚咧我就用咗1隻啦，蠔豉用咗10隻嘅，10隻咧嗰個 size 咧，因為佢係一個韓國嘅蠔豉嚟嘅，所以個 size 咧就比較細，咁我用咗10隻啦。咁如果大家用日本蠔豉比較大隻咧，可能4-5隻咧已經足夠。綠豆咧我就用咗30克嘅啫，豬骨咧用咗1斤，水2.5公升，煲咧就煲2小時嘅。另外咧我都會落1塊嘅陳皮啦，同埋2粒椰棗嘅。煲呢個湯咧，其實都冇乜特別技巧嘅。不過咧，佢有乾貨啦，佢有八爪魚同埋蠔豉嘅。咁呢2樣乾貨咧，我就唔會浸佢太耐，因為我要煲2個鐘頭。咁其實都已經足夠去煲腍佢哋咯。同埋咧，我想呢個湯濃味少少啦，所以咧我就洗乾淨個八爪魚同埋蠔豉咧，就可以去攞去煲噶咯喎。呢個湯咧，我就落咗紅蘿蔔嘅，咁我想去甜少少啦。另外就係因為我煲豬骨啊，咁豬骨咧佢本身都好鮮甜嘅。咁如果我有啲人咧就會去煲豬展嘅，豬展咧我自己覺得煲湯咧就唔夠味嘅。如果要落豬展咧，我就會加雞腳落去咯。買八爪魚嘅時候咧，其實你聞一聞咧，有好香嘅八爪魚味咧，其實呢塊八爪魚咧就已經好靚噶咯喎。同埋咧，你煲呢個湯嘅時候咧，你係會聞到有八爪魚嘅香味嘅。八爪魚咧，我就冇浸腍佢啦，咁直接咧係洗乾淨，搣咗嗰隻眼咧，跟住咧我就撕開佢一條條咁樣就落去煲咯。好多時我哋煲湯咧就係凍水落晒所有材料，跟住煲起咧就已經飲得啦嘛。而呢個湯嘅節瓜咧，我哋唔係凍水落嘅喎，我咧煲咗個半鐘頭嘅湯啦，跟住先放埋啲節瓜落去嘅，煲多半個鐘頭咧，呢個湯就完成噶咯喎。另外呢個湯咧同陳皮咧就好夾嘅，咁我落咗一細塊，我就冇刮咗啲囊佢嘅，因為呢塊陳皮咧就係10年嘅陳皮嚟嘅，咁佢啲陳皮嗰啲囊咧其實已經陳化咗啦，就唔會有苦澀味嘅。但係如果大家用一啲比較年份低嘅咧，可能要刮一刮個囊咯。夏天咧有2隻瓜咧，我就好中意食嘅。第一隻咧就係節瓜啦，第二隻咧就係絲瓜。咁節瓜咧，佢本身個水分高啦，有高嘅鉀質啦，同埋維他命 C 嘅。佢另外咧有一隻叫做葫蘆巴鹼啊，佢可以調節呢個代謝嘅喎，所以咧呢個湯水咧就好啱喺夏天飲咯。
如果係炆節瓜呢，我就中意佢爽嘅，但係如果煲湯呢，我就中意去腍少少。所以咧，呢個湯煲個半鐘頭左右呢，我就放埋啲節瓜落去啦，跟住再煲多半個鐘頭呢，就完成噶咯喎。呢個湯呢，我落咗少少綠豆嘅，綠豆呢，佢有解毒同埋去濕嘅功能啦，所以呢，特別適合夏天飲嘅。如果想加強補血嗰個效果呢，可以加蓮藕落去嘅喎，因為蓮藕入邊呢有豐富嘅鐵質喎。呢個湯呢就完成㗎咯喎。如果你中意我條片呢，希望你幫我點個讚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啊。如果你未訂閱我頻道，歡迎你訂閱我頻道，繼續收睇我嘅影片啦。